點解有啲人去到邊都好似一灘死水，有啲人喺街市都可以揾到驚喜？答案好殘酷㗎，無趣唔係性格問題，係你嘅生命力系統已經全面癱瘓咗。生命力係乜嘢？係你朝早醒嗰陣想探索世界嘅衝動，係見到新嘢眼仔會發光嘅瞬間，係遇到困難仲有我偏要試下嘅嗰種倔強。生命力旺盛嘅人，個腦對外界好敏感，多巴胺仲識得分泌。但係無趣嘅人呢，佢哋個感知系統已經鈍晒，好似部舊機器咁，點樣刺激都冇反應。你以為係個世界滿，其實係你對咩都冇晒興趣。3個致命陷阱會整死你嘅生命力。第一，重複性消耗。你每日做嚟做去都係嗰啲嘢，行嚟行去都係嗰條路，個腦為咗慳電就自動入咗省電模式，你個感知範圍就越嚟越窄。第二，保護性退縮。試過幾次失敗之後，你就開始怕嘗試新嘢，仲話我就係咁噶啦。呢種自我保護其實係同自己嘅生命力講拜拜。第三，被動性接受。而家啲演算法乜都餵到你嘴邊，你唔使主動揾，淨係識得張開個口接。當你連我想要嘅能力都冇埋，麻木就緊噶啦。神經科學話俾我哋知，人個腦係可以改變噶。如果你持續俾佢新鮮刺激，佢就會建立翻活躍嘅神經連接。相反，如果成日喺低刺激環境，神經元就會瞓着咗。生命力唔會無端端走出嚟，需要你用行動去叫醒佢。當你揀重複，就等於揀枯萎；當你揀探索，就等於揀盛開。無趣從來都唔係命運，而係你自己揀噶。唔好再等個世界俾刺激你啦，開始主動製造變化啦。關注 Jackie， 我會用神經科學原理教你點樣將枯萎變翻盛開，行動先係真正嘅解藥。